以往嘅遊行示威以抗議反對為主，同政府唱對台戲。但係新一屆政府上場之後，撐政府遊行集會一浪緊接一浪，籌辦嘅人聲言係為咗抗衡反對聲音。撐政府活動喺西方民主社會極為罕見，喺網上面輸入 pro-government rally， 即係撐政府遊行，會見到呢啲活動通常發生喺比較落後、極權或者係專制嘅地方。其中嘅表者係俄羅斯嘅愛國組織 Nashi。每當有反普京遊行，佢哋都會喺短時間內發起撐政府活動抗衡。類似嘅情景係咪有啲似曾相識呢？梁振英上場短短幾個月，親政府團體高調組織呢一類行動，其實係反證咗社會對政府嘅不滿已經白熱化。你要動員群眾、組織群眾係要財力物力嘅。咁只要佢哋支持嘅政府依然係運作到，或者都係唔係太差嘅時候咧，佢覺得唔需要做。咁但係你見到佢哋嘅積極參與程度咧，其實正正就係即係特區政府民望嘅係一個成反比嘅。即係政府越唔掂咧，佢有必要出嚟做。咁所以而家你見到佢咁積極，其實正正反映到政府嗰個處境啊，多過下佢哋突然之間好熱愛政府。我係香港人，我係香港人，不做強國人，不做強國人。近年香港出現嘅另一個分化現象係港人對自己身份嘅認同高於中國人身份，有外國人士將呢一個矛盾歸咎於有外部勢力介入，更加牽動中央嘅神經，加劇中港之間嘅矛盾。有冇良知啊你哋？走，對面啲走狗。我想問下你哋香港電台，咁你哋嘅立場係支唔支持港獨嘅咧？插支港英旗出嚟。咁你有乜辦法唔係誤導咗市民，以為港獨有討論嘅空間，而導致而家香港嗰個分化矛盾激化咧？陣陣我同你講，因為我參政30幾年，從來未見到咁惡劣嘅環境。你可以指責，但係請你了解港台嗰個立場係有唔係立場，係有新聞自由、編輯自主呢個嘢，你聽過未啊？有啲概念咧要搞清楚嘅，嗰支咧係殖民地時代嘅港英旗，就唔係港獨旗。好可惜香港係冇呢一個中共中央中宣部有陳小姐嘅講法就做到嘅，中宣部一指。阿梁國雄先生，你知唔知真正嘅言論自由係要講求自律性㗎？我未聽過，我未聽過呢啲理論，唔好意思。因為言論自由係踐踏中國人嘅尊嚴。唔好意思啊，我哋不如每你哋個共產黨政府踐踏劉曉波嘅言論自由，係侮辱晒17億嘅人。你唔係中國人嚟嘅咩？唔好意思，兩位，好，兩位神氣都要做共產黨，唔該，唔該，長毛，今日我同飛哥係主持，呢度係我哋嘅主場嚇，唔該，嗱，亦都唔好作出人身攻擊，亦都真係唔好作出人身攻擊。頭先如果聽到即係愛護香港力量嘅召集人阿陳淨心咧，就將我哋香港嘅力量係啦，將我哋香港嘅社會矛盾就係歸咎於而家港台就話佢哋冇編輯自主，咁咧即係冇一個獨立喺度，咁就講埋啲係冇自律性。咁但係我想問下，唔知愛護香港力量到底喺佢表達意見嘅時候有冇刻意去挑起矛盾？唔好意思，兩位，你叫人去自律，長毛，你有咩資格叫人自律啊？民政區係公營電台，兩位可以揾 CNN 就揾個人上去講加州獨立法。CNN 係國營電台嚟嘅咩？CNN 係國營電台嚟嘅咩？我唔該你冇常識，唔好講。兩位，唔好意思。係好和平。我知道你講嘢嘅時候，等佢講晒先。我哋正如一條狗，正如一條狗啊！俾阿 Ann 講建制派係咩咧？你係咪建制派啫？阿長毛陳淨心，我想俾阿 Ann 講，我想俾其他嘉賓機會講多啲。Ann，我想講下就係蔣麗芸，我想問下就係。